大家好，又嚟到志在必得嘅時間，我係華夏基金嘅 Chris。咁啊，今日想同大家 update 下3隻股票嘅行情啦。咁第一隻就係港交所啦，因為港交所喺4月30號咧就會出業績。咁今次嘅業績咧一定係比較上係靚仔啲嘅，因為如果睇下港交所入邊最直接影響去生意嘅一個日均成交額嘅話咧，咁其實去到2025年嘅第一個季度啊，咁其實按年增長咧大概係144%啦。咁如果係按季增長咧，大概係30%。咁喺第一個季度嘅日均嘅成交額咧係2430億港幣啦。咁而家其實點解第一個季度佢成交咁多咧？咁第一個就係 DeepSeek 嘅增長啦，第二個就係由 DeepSeek 帶動到去3月份成個市場情緒嘅高漲咧，呢個都係推高香港交易所入邊日均成交額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如果除咗係睇翻傳統嘅股票嘅成交額係多咗30%之外啊，咁其實如果係睇翻一啲係衍生工具產品嘅話咧，咁預期都係有大概13%嘅增長嘅。咁如果係睇翻去4月30號出嘅港交所業績啦，咁預期去盈利增長大概係28%啦。咁因為啊，如果佢入邊無論係睇佢清算入邊嘅生意啊，或者係睇佢交易嘅生意咧，咁其實呢兩部分都係有大概係60%嘅增長嘅。咁啊，最後亦都係有人去提出就係有關咧去港交所買交易廣場呢單 deal 啊。咁因為好多上市公司啊，咁其實去買完啲固定資產嘅話咧，通常股價都會跌嘅。咁但係港交所會例外啦，因為其實佢港交所今次係用咗大概係72億港幣啦。咁用呢筆錢咧，其實佢係用翻自己投資組合入邊嘅錢咧，係抽出嚟去買呢個嘅交易廣場嘅。咁佢抽筆錢出嚟啊，唯一犧牲咗嘅就係咧呢個投資組合咧帶嚟嘅回報。咁如果你係將翻呢72億喺佢舊年入邊投資組合嘅回報去做比較嘅話咧，咁佢上年咧喺呢筆錢入邊咧，可以賺到係大概係4.1億左右嘅一個收入啦。咁所以大家要預期就係話，我攞咗呢72億去買咗一個9層交易廣場，咁我就少咗4億嘅一個投資嘅收入。咁但係大家要理解就係喺港交所131億嘅盈利入邊啦，少咗4億嘅話咧，其實都唔算好嚴重。咁而且咧，佢雖然啦係少咗4億嘅投資組合嘅一個錢，咁但係啊，交易廣場9層咧，我相信佢每一年嘅租金咧，都起碼要過億嘅，咁所以咧，佢慳翻嚟嘅租金咧，或者都可以反映喺財報上面啦。咁到底港交所而家值唔值得買咧？咁其實如果你根據啲模型去估計啊，咁大概係現價330蚊左右嘅港交所咧，咁大概對應翻嘅話就係1600至1800億左右嘅香港嘅日均成交額啦。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大概係2000億左右以上嘅日均成交額嘅話咧，其實現價嘅港交所咧都唔算特別貴嘅。咁所以如果你用模型去 price in 大概係日均成交額2000億左右嘅話咧，咁其實港交所咧係有機會去到380蚊嘅。咁當然啦，港交所唯一嘅風險啊，其實都係地緣政治、關稅戰，有機會係令到港股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或者冇人 trade， 或者係冇乜人去做成交，或者外國投資者咧唔再 trade 港股嘅，咁呢個係一個風險嚟嘅。咁但係目前為止啊，咁依然係喺港交所嘅日均成交依然係超過2000億，咁所以未必會係一個壞事。咁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期待4月30號依個嘅業績啦。咁佢作為一個中港唯一一個壟斷咗嘅一個窗口，可以做到股票投資嘅話咧，同埋如果大家睇最近啦，其實螞蟻去收購耀才，咁佢出呢個價去收購耀才咧，我覺得都係內地投資者對於香港金融業入邊嘅一個期盼嚟嘅。咁佢用咁貴嘅價去買一間local 嘅證券行嘅話咧，其實依個亦都係反映咗就係未來香港金融資產咧佢嘅估值可以提升嘅。咁所以港交所我覺得可以睇高一線。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4月30號嘅一個業績啊。
咁第二同第三隻講嘅公司啊，其實都係同 AI 相關嘅。咁第一隻就係百度啊。百度喺上個星期4月25號咧，開咗個叫做百度 AI 開發者大會啦。咁其實佢開呢個會咧，我覺得佢或多或少咧都係想證明翻百度啊，其實喺 AI 呢個產業入邊咧，係有貢獻嘅，或者係有作為嘅。咁因為之前大家記得係文心一言啦，百度發明咗嘅文心一言咧，嗰陣時其實係中國 AI 嘅一個比較上係第一批出現嘅 AI 嘅 model 嚟嘅。咁但係自從 DeepSeek 出現咗之後咧，文心一言好似大家覺得佢好似個光芒好似褪色咗，或者大家諗緊其實百度係咪回咗堂咧？咁我哋記得我哋喺上幾期嘅節目同大家講過，百度同埋騰訊咧，會有機會喺2026年成為 AI 嘅黑馬嚟嘅。咁佢開呢個會之前咧，我哋都係咁判斷；開個會之後咧，我哋更加去確實咗呢個嘅觀點啊。今次嘅會講咗啲咩咧？我覺得係講咗兩樣嘢比較大重要啦。咁第一個就係佢 update 咗自己嘅模型啦。佢就 update 咗兩個模型，第一個就係 Ernie 4.5嘅 Turbo 啦，第二個 X1 嘅 Turbo 啊。咁呢兩個Turbo 其實都係百度自己發明嘅一個大數據模型。咁但係呢個模型同埋其他模型有咩分別咧？就係呢兩個模型唔單止係可以處理我哋傳統嘅文字嘅AI， 佢甚至可以加咗圖像同埋視頻。咁另外咧就係佢入邊呢個嘅Ernie 4.5 Turbo 同埋 X1 嘅 Turbo 咧，佢無論係成個視覺嘅理解分析，或者係成個嘅邏輯推理能力咧，都係有進步咗嘅。咁相信係嘅。咁我相信我覺得百度喺DeepSeek 出現咗之後2個月先至出現呢件新嘅模型嘅 update 咧，我覺得係有進步咗嘅。咁最重要係佢個成本。大家點解覺得DeepSeek 係咁勁咧？係因為 DeepSeek 平過外國 ChatGPT 嘅模型大概90%啦。咁如果我哋睇呢個嘅Ernie 4.5同埋睇 X1 嘅 Turbo 啊，咁百度官方嘅講法其實就講咗話，佢Ernie 4.5 Turbo 咧係平過 DeepSeek V3 咧，大概係40%。咁如果係 X1 嘅 Turbo 咧，係平過 DeepSeek R1 咧，係75% 嘅，即係佢嘅成本咧，只係 DeepSeek 入邊嘅唔超過一半。咁所以咧，其實佢百度發明咗呢個嘅模型啊，無論係佢唔單止係可以分析文字，都分析圖像同埋視頻。另外佢成本嚟講咧，都係平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對百度嚟講係一個比較上唔錯嘅一個發展啦。另外一個就係想介紹一個嘅 terms 叫 MCP 嘅工具啦。咁 MCP 嘅工具其實呢個係一個AI 嘅術語嚟嘅。咁以前咧，大家用 ChatGPT 嘅話咧，其實都係你要入啲咩，佢根據你入啲咩，然之後係喺佢個模型入邊做個分析嘅。咁但係我哋做 AI 嘅話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咩咧？希望就係我哋有個問題掟出嚟俾你，你可以從我成個手機嘅資料可以入邊進行分析，或者係從成個 Excel 表格入邊做分析，或者係從成個你嘅 Google Drive 入邊 existing 嘅一啲 data 做分析啦。咁呢樣嘢就係可以令到你個分析能力更加快嘅。咁而唔係就係話，我譬如話，我想分析股價，咁你都係需要咧將過去你想分析股價嘅時間咧掟入去先得。但係如果我哋有咗 MCP 嘅工具嘅話咧，其實你想講話我想分析股價，佢基本上可以直接喺你現有嘅數據庫入邊咧拉晒啲數據入去擺落去。咁所以其實佢喺數據嘅應用場景入邊咧，其實係多過傳統嘅 ChatGPT 好多嘅。咁呢個係一個 AI 嘅一個發明啦。咁而同百度咩關係咧？百度其實佢就係第一次啊，係相信係第一間大型嘅科技公司咧，係有應用到 MCP 工具咧落去自己一個應用場景入邊嘅。咁而且百度佢今次都講咗啦，佢喺模型嘅應用嘅話咧，係唔單止就係話我哋之前提到嘅 search engine， 另外就係百度嘅網盤，即係百度嘅一個雲端嘅 Google， 好似 Google Drive 嘅物體啦。咁另外同埋百度嘅一啲地圖咧，都係做到一件事嘅。咁相信啦，第時佢最後嘅結果就係咧，喺唔同嘅模型就會做到唔同嘅應用。咁譬如就話我哋想
規劃一個旅行嘅路線，咁就有呢個模型，可能覺得可以就係令到你根據你自己嘅需求去規劃咗一條係好好嘅路線，係考慮埋天氣啊、景點啊，或者係話考慮埋人流嘅一啲措施啦。咁另外如果係譬如話整衫咁樣，整一件成衣嘅話咧，佢從設計到物料嘅採購，到生產，到運輸，到佢件衫賣唔出，循環再做嘅話咧，而家其實已經係有 AI 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咁我相信係唔同模型係做到唔同嘅應用啦。咁大家如果重溫一下我哋之前成日提到嘅就係中國發展 AI 模型嘅4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就係建立大模型，第二個就係因為你有模型咧，就一定有好多數據擺上雲端嘅，所以第二個就係一啲基礎設施雲端嘅服務公司啦。咁第三個就係一個嘅從呢個模型做應用嘅場景，第四個就係揀大贏家啦。咁大贏家嘅話咧，咁其實如果係睇前幾日金像獎嘅頒獎典禮啊，咁見到古天樂去揸架的士，可以揸的士入去個會場入邊咧，咁其實諗起咧就係以前啦，如果大家當年咧，如果係冇發明3G 同埋4G 嘅話咧，咁就唔會有 iPhone 嘅出現。咁冇 iPhone 嘅出現咧，就唔會有 call 車 app 嘅出現。冇 call 車 app 嘅出現咧，就唔會有 Uber 嘅出現。咁所以Uber 就係 call 車 app 入邊嘅大贏家。咁而咧call 外賣咁 Kita 或者 Foodpanda 嘅大贏家啦。咁到底 AI 嘅大贏家係邊個咧？咁我哋未知嘅，我哋係唔會知道就係話第時炒股用邊個 app， 第時旅行規劃用邊個 app， 但係我哋一定係知道喺呢扎 app 入邊咧，有好大嘅機會咧係under 騰訊或者 under 百度嘅。咁因為騰訊入邊成個用戶多、應用場景多，同埋模型嘅都係佢自己發明。咁另外百度咧，之前我一直嚟講係我覺得百度係會進行喺隻冷門碼。咁點解係咪熱門碼咧？因為佢個模型係冇出現咗，咁而且佢對於成個 AI 應用場景咧冇一個好 solid 嘅發展。咁但係而家百度都已經係講到明就話有Ernie 4.5同埋 X1 嘅 Turbo 成本仲要平過 DeepSeek 大概一半嘅。咁加上咧，佢而家百度地圖係我百度地圖應該係中國市佔率最大嘅地圖啦。咁第二百度網盤係絕對最大嘅網盤啦。咁所以百度入邊嘅應用場景咧，大家已經係唔需要質疑嘅。咁所以百度我覺得如果搭買 AI 股嘅話咧，咁我覺得可以趁依段時間啦，好似啲強勢嘅科技股都有啲回落，弱勢嘅科技股有啲回上啦，一向上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咁但係我覺得買科技股嘅話，大家可以留意住就係喺5一黃金週之後先買啦，因為最近有幾件事都好似好特別嘅，唔知點解就係市場嘅一個 rally 咧，或者係外部嘅因素啊，好多時間咧都係喺中國長假期嘅時間發生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買一啲好似科技股呢啲嘅比較上多風險嘅物體啊，咁其實可以趁中國或者係即係大陸嘅股市復市翻之後先買，咁可能會比較上係穩陣啲啦。咁啱啱講完港交所4月30號好亮麗嘅業績啊，咁同埋講完百度依間我哋一直都冇好全面cover嘅一隻科技股咧。咁啱啱提到就係喺互聯網年代有啲係電信公司咧，咁要去發展咗先至係會有而家嘅科技互聯網嘅發展啦。咁所以今日其實想講一個就係一間其實都我覺得都係算係未來增長動力都係幾快嘅一間電信公司，就係中國聯通啦。咁中國有3間嘅電信公司啦，大家知道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同中國電信啦。咁其實呢3間嘅局面係咩咧？就係電信同埋移動咧，其實佢係透過固定嘅固網電話去 bundle 一啲 service 俾用戶嘅。咁所以中國聯通一直嚟講咧，其實佢個增長動力咧都係冇呢2間公司咁快嘅。咁但係點解今日要講中國聯通咧？其實就係見到佢一個數據，我見到就係2025年啦。因為而家中國聯通就係除咗係做傳統嘅手機互聯網嘅生意之外啊，其實做好多咧都係一啲我哋提到一啲係叫做IDC 嘅一啲業務啦。咁 IDC 業務即係意思係話佢提供一個數據服務俾一啲嘅科企。
咁入邊具體嚟講，可以話就係佢可以提供一個係數據嘅一個運營嘅速度嘅 upgrade 啦。咁第二個可以租借數據中心啦。咁第三個係可以就將成個嘅數據嘅儲存嘅伺服器咧擺喺中國聯通入邊嘅。咁喺呢一單生意入邊啦，其實喺2025年嘅第一個季度，咁佢嘅一個年增長咧大概係2.1%。咁但係同樣地，電信同埋移動咧都係做件事嘅。咁但係中國聯通係有2.1%，但係其他公司咧大概得1.2% 左右啦。咁所以其實見到佢2025年嘅第一個季度咧，中國聯通喺呢個高增長嘅業務板塊入邊咧，其實已經係跑贏咗佢嘅同學。咁如果睇翻2024年嘅增長嘅情況，大概係3.2% 啦。咁2024年其實佢同成個行業水平差唔多。咁但係去到2025年咧，係有一個特別好嘅增長啦。咁而且如果睇中國聯通嘅話咧，其實佢而家大概係股息率大概係5.5%啦，都係比較唔錯。因為其實而家到我相信到6月底或者到下半年咧，基本上大家炒股係用兩個策略就 O K 嘅。第一個策略就係揸住啲高增長股，第二個係揸住啲高收益股，即係一個就係 high dividend， 另外就係高收益股啦。咁如果係高成長股嘅話咧，我就揀咗啱啱提到就AI產業發展嘅一啲公司，另外就係創新藥，特別係 license out， 譬如話百濟神州、康方藥業同埋一啲再鼎生物等等嘅高增長公司，就係一個策略。咁另外策略咧就係高股息股，就係做防守嘅高股息股嘅話咧，咁我覺得中國聯通係比較唔錯嘅，因為見到佢就而家5.5%嘅一個 dividend 嘅一個利息啦。咁其實佢都有問到管理層入邊啦，有關就係派息嘅比率會唔會增加啦？咁而家中國聯通派息比率大概係60%，咁有機會預測咧，其實去到2027年咧，佢派息比率咧按年增加5%咧，係去到70%嘅。咁所以中國聯通無論係佢新業務嘅增長，佢係一個叫做雲端服務嘅增長啦，佢係跑贏咗同學。咁另外其實佢入邊嘅雲計算嘅一個市佔率，雖然係冇阿里巴巴、騰訊咁大，咁但係咧佢亦都係有5%嘅市佔率嘅。咁佢最主要雲端服務係服務一班係國企公司等等嘅一啲有國企背景為主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就係國企公司或者佢都想自己 data 咧擺翻落自己國有公司去管理啊。咁所以中國聯通可以做到呢筆嘅生意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啱啱，我相信啱啱都已經係由高風險到低風險。最高風險係港交所，因為業績預期好亮麗，咁但係出道係點咧？大家未知。咁百度咧係中長線睇好嘅成長股。咁如果係中國聯通嘅話咧，係新業務有增長點。咁而且你見到佢股價咧比較上橫行，我覺得大家可以趁住而家喺一啲三大電信股都股價開始有啲回調嘅情況下咧，可以逐步吸納中國聯通呢間公司啦。咁最尾咧就 update 一下美國嘅經濟啊。美國經濟咧有一件事其實同我哋之前預測係有啲出入嘅。之前我哋嘅預測就係5月份嘅失業率咧會去到4.5%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好多數據嘅話咧，而家失業率咧依然都仲係4.2%。咁但係睇失業救濟金人數啊，咁其實係由22.2萬升到22.5萬咧，升咗少少。咁但係咧亦都係唔代表成個美國嘅失業率或者就業情況有一啲嘅問題啦。咁而美國而家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除咗就係消費市道下跌，咁而消費咧係會令到係成個美國嘅經濟咧出現衰退嘅。咁呢個咧佢嘅量好大，而且個 impact 係會好嚴重啦。咁而且我哋睇翻一個喺幾個州份加埋嘅一個 survey 啦，咁入邊咧其實佢係會對於資本開支入邊嘅預測咧進行一個統計嘅。咁如果我哋係純粹係睇呢個統計嘅話咧，咁喺未來6個月咧，美國嘅資本開支咧係有好大機會會下跌嘅。咁我哋之前提到啦，咁美國經濟衰退啊，咁其實咩情況係會惡化咧？咁第一個就係全球供應鏈衰退，全球供應鏈就中斷啦。咁第二個就係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令到好多科技公司
嘅資本開支下跌，咁從而咧減低成個行業嘅發展，令到美國成個科技股嘅估值崩潰啦。咁而家已經見到第一步驟，美國嘅資本開支咧有啲回調嘅，咁所以我哋會唔會好擔心就係話美國嘅科技股會有一啲好大幅度嘅回調咧？或者而家嘅回調係咪先開始咧？咁我哋未知嘅，咁但係呢個係領先嘅指標，大家係要留意住咯。咁第三個就係講減息啦。咁減息6月份減息基本上塵埃落定㗎啦，有63%機會減息。咁5月份就唔會減息啦。咁5月份佢而家市場上係得10%機會會減息。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可以忽略唔計嘅。咁所以6月份大家預期住有60%機會率係6月份減息啦。咁另外係睇美國嘅 PMI 數據啊。咁其實無論係睇佢工業嘅數據同埋 service 嘅數據咧，其實都比較唔錯嘅，都係50以上嘅。咁但係啊，呢個同我哋之前講一樣，都有機會係因為好多商家預期未來係關稅會來臨啦，咁所以可能係會生產定啲嘢，咁防止一啲未來關稅變化引起嘅不確定性啊。咁所以 PMI 數據我覺得係短期向好，咁長期咧第三個季度有機會係去翻50以下嘅。咁所以美國嘅數據，如果睇美國嘅公司啊，如果睇 Tesla 最近啲反彈，或者睇 Nvidia 嘅話，其實都係橫行緊。咁但係咧，我覺得美國嘅科技股大家就未必直搏。如果要搏美國科技股咧，我建議大家係搏2倍嘅納指指數，咁或者係搏美國股嘅話咧，係搏美國嘅一啲金融股咧比較好嘅。咁如果係睇翻啱啱所提到嘅聯通，就係我哋提到之前滬深300ETF 嘅一個成分股啦。咁如果提到百度嘅，亦都係我哋華夏恒生科技指數 ETF 嘅成分股嚟嘅。咁今日講得比較多咗 technical terms 啊，又講咗嗰個IDC 啦，亦都係講咗個點樣一個 AI 場景係 corporate 埋成個雲端數據擺落去應用場景啦。咁但係我覺得成個 AI 發展咧，基本上喺中國基本上比較確定嘅。咁而家大家咧都只係沿住我哋呢4個嘅步驟，到底會唔會有我哋之前 miss 咗嘅數據，或者會唔會有一啲上市公司佢嘅增長嘅預期係快過我哋預期，咁從而俾到個額外收入俾我哋咧？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嘅。咁但係百度係比較唔錯，而中國聯通咧睇佢入邊嘅一個服務嘅數據咧，基本上係跑贏同行，咁所以佢或者係一隻收息之選，而百度亦都係百度同騰訊亦都係 AI 產業嘅一個好大嘅黑馬啦。咁而港交所大家可以觀望住佢業績，如果係咁如果港交所佢業績係好嘅話咧，咁基本上大家可以持續留意住。咁所以今日就係我哋嘅分享，希望大家中意。咁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下邊留言同我哋講啦。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再見，拜拜。